讲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台语诗》。伫日本时代的线尾，可勒拉为新庄的巷仔底流行，点点旋过杨桃树尾，美丽阿娘破病昏倒伫杨桃树骹，庄内无人敢去看护美丽阿娘。甲当有杨桃花点点搬落来，美丽跪伫前庭恳求月娘救阿娘，伤心的目屎滴落伫杨桃花蕊。五界阿娘心肝亲像天顶的月娘，伊甲9岁囡仔囥伫杨桃树骹，家己一人去看护美丽阿娘。规日规暝无看到天顶的月娘，美丽阿娘大大啊好起来。五界阿娘要行路转去，也未行到杨桃树骹，就倒落去。孤单的杨桃树，五界小妹仔咿咿吼。阿娘拢无转来厝内，阿娘拢无转来厝内。五个三兄爱着伊的小妹仔，小妹仔你毋通哭，小妹仔你毋通吼。阿娘去天顶月娘因兜，你若哭，目屎会糊着目睭，你就袂当看着阿娘。阿娘伫天顶月娘因兜，笑眯眯看你大汉。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94集，欣赏的是台南的杜妙仪小姐所写的《五嫁的阿娘》。上日起，咱邀请杜妙仪小姐为咱来介绍这首诗的含义，也佮有创作的背景。这首诗嘛是阮兜的故事，因为我自细汉，我妈妈只要9岁伊就无老母，所以我自细汉无看到我的迄个外妈。这个是阮外妈的故事。就是讲，阮妈妈搁出细汉的时阵，伊妈妈就是去照顾一个病人，就是因庄内底有人破病。因为日本时代迄阵啊战争的尾站，难免拢有一点仔传染病，所以也是算霍乱嘛。我伫咧草地所在吼，医疗阁无方便，所以讲因庄内有一个人破病。逐个拢毋敢去看，因为是传染病嘛。甲阮迄个外妈吼，可能心肝较好，伊去甲伊照顾。结果迄个病人身体好起来，但是阮外妈去互伊传染着，所以讲伊就不幸，伊就过身去。所以我自细汉就听我妈妈咧讲伊妈妈的故事，因为算讲伊9岁伊就无妈妈。我感觉我妈妈讲这个故事，一直讲，一定是心肝内底一个足深的故事啦。所以我替我妈妈把这首诗写落来。伫日本时代线尾，库列拉为新庄的巷仔底流行，点点旋过杨桃树尾，美丽的阿娘破病昏倒伫杨桃树骹，庄内无人敢去看护美丽的阿娘。敢若有杨桃花点点搬落来，美丽跪伫前庭恳求月娘救阿娘，伤心的目屎滴落伫杨桃花蕊。
因为这首诗是算阮家族吼较悲伤的、较哀愁的一首诗，所以我特别用杨桃花吼去看这个诗吼，做一种柔化，就是互伊这个感情吼会当小可脱放，吼会当豆豆啊去欣赏到迄个故事。啊，迄款悲伤的哀愁吼，会当伫即个花要跋落即个涂骹的迄种过程吼，迄种文字中间吼，变做一种诗的升华，就是讲你的心情会当转换，吼，最终对阿娘，吼失去阿娘，但是你看天顶的月亮，逐工拢伫遐陪你，吼，这是一种感情的转化。今日起，咱继续邀请这首诗的作者，本身嘛是一位花草食物专家杜妙仪小姐，为咱来介绍杨桃树的特色。杨桃吼，其实足侪果子吼，台湾的果子其实毋是咱的算讲本土的原生的树种啊吼，有真侪果子，尤其是果子。大部分拢是外来的，吼，啊，这嘛是外来的。伊其实伊的原生的所在是伫印度啊，是伫印尼，吼，斯里兰卡这个所在。啊，但是杨桃吼，这个音吼足趣味的。譬如讲，咱写是写杨桃嘛，吼，但是像香港，因念这杨桃，因迄个杨是太平洋的洋，因感觉讲这是外来的，对这个太平洋过来，所以因讲杨桃的杨是太平洋的洋。这趣味所在啊，台湾的杨桃吼，咱常常知影是讲哦，你啊，准讲你会扫吼，啊，你要润这个拿熬，啊，你可能就爱食杨桃汁，吼，啊，杨桃汁因为伊生过，所以讲伊的咸分较重啊，吼，所以为一寡病人其实是袂当食的，吼，啊，伊常常拢会做一寡咸酸甜嘛，吼。但是伫咱草地吼。古早的迄个杨桃是，跟即摆杨桃是无同款的品种啦。吼，土生的这种杨桃是足细粒的，足酸。嘿，啊，但是其实真侪果子吼，伊应该酸，伊应该甜，应该苦吼，这才是伊真正原来的迄个滋味。啊，咱即摆一直改良这个糖分吼，伤过甜，其实对咱的这个健康其实是无好。所以古早的杨桃花吼，伊咧开的时阵，其实迄杨桃花足细蕊的。因为咱可能拢会感觉讲，台湾足侪花拢足细蕊，吼。但是伊虽然细蕊，你也是真少甲伊看，伊是真水的。所以我特别写杨桃花，就是草地较早杨桃是足普遍的，伫咧厝边拢会种杨桃，吼。但是迄款土生的杨桃，跟即摆改良迄种大粒的杨桃，是无同款的。所以即摆即大家写杨桃是迄种土生的杨桃，苦，伊哋切花酸酸个涩涩啦。啊，其实迄款的滋味，其实对咱的身体是较好的，所以咱的口味拢已经改变去了。五届的阿娘，心肝亲像天顶的月亮。伊甲9岁囡仔囥伫杨桃树骹，家己一人去看互美丽那领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，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杜妙仪小姐写诗兼讲解自然文史，专门客电台制作，教师主持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。